家来替因祈祷吼。啊，上帝大大开力伫指挥司琴以及遮个圣歌队员的身上。当然，圣歌队员呢，因为着要唱明年这首大曲吼，啊有需要新的人才，但是咱兄弟姊妹，咱知影圣歌队吼，啊若有要参加，都爱经过试音嘛吼。啊，你袂使讲啊那我都遐敖唱，都该试音，毋是这个意思。因为指挥都爱看讲你的声部，甲即个声部安尼会合吼。啊，你的音是毋是适合唱？啊，这拢是一个爱专业啦吼。啊，所以咱兄弟姊妹，若有即个意向的，你是会当先表达啊，咱遮个干部啊，会当甲你做一个试音吼，啊了解你声质，啊，甲你即个程度会当适应伫倒一个部分。啊，咱对因祈祷，希望明年咱会当唱一首安尼第一摆要即个啊演出的啊，种第一摆要献唱的。啊，就咱的50周年的特别的曲，愿主赐福因吼。啊，咱要分享主的话以前，咱三个来祈祷。主啊，主上帝感谢你，想是伫即个连续假日，阮有缘兄弟姊妹啊，无欠息，做伙伫主的面前同心聚会敬拜。愿圣神甲阮同在，互阮知影你的话诚侪阮生命的开力，就亲像阮需要食各种的营养，互阮的身躯有元气、有开力。主你的话也要诚做阮生命的开力，诚做阮属灵的帮助，诚做阮智慧的开力的开启。愿上帝甲阮同在，互阮领受你的话得到祝福。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咱今仔日咧也要来分享带来恩典的言语，吼，就是咱的话安怎伫咱的信仰、伫咱的灵性、伫迄个第四度空间来发挥迄个造就、迄个进展啊，迄个开力的升级即款的能力。啊，咱爱对圣经的中间来得到学习，啊，所以今日咱要用属灵的言语来成就上帝的梦想。咱头一读的圣经，咱大家会想讲，啊，这个故事是咧讲啥话呢？啊，咱知影就是约伯的故事，啊，甲伊的太太讲的话吼，咱小等会当做一个学习。第二位是咱真实的经节，就是用你先知所讲的吼，讲伫将我的日，我要将我的神拼落去是所有的人。伫恁的囝查某囝会讲预言，恁的少年人会看见异象，恁的老人会做梦。啊，那这个话要诚做咱今仔日这个主题的一个帮衬，啊，咱等下来做一个学习。这个主题是讲属灵的言语，这个咱已经连续3、4讲吼分享过啊。那到底上帝的梦想是甚物吼？咱搁复习顶礼拜，咱甲最近一个系列的这个第四度空间的4项要素啊来做。一个系列的分享，头一个是思想，有属灵的思想；第二有属灵的信心，再来有属灵的梦想，也是意向；再来是咱这个时阵咧分享的语言。啊，那这恩典的言语有3个步调，就是讲针对头前3项来成就咱最后讲的这个言语，有思想的言语，有信心的言语，有梦想的言语。其中这个话词吼。因为有时中文甲英文也是无共款的语言迄个话词的转达无通互咱一个度安尼足明确啦吼。因为咱台湾这边咧讲华语，啊，甲中国咧讲华语，有时共一个话是无共款。会记你较早吼，啊，咱咧读圣经，拢讲上帝是咱的山寨，有无？山寨什么意思？山寨就是一个堡垒啦吼。啊，即马后摆吼。哇，有一站中国人吼，足够做迄个山寨版的，好啊！山寨版你听有吼？山寨版就是你苹果手机，我嘛一支苹果，啊，苹果人是加一喙的，伊无加，哦，迄叫做山寨版。啊，所以后来咱就听到山寨吼，你就先想讲，到底是中国的山寨，还是圣经的山寨？吼，山寨就对啦。啊，所以真侪语言对时代会发产生新的意思安尼吼。啊，当然这个语言，这个话词，这个 term 吼。无遐尔复杂啦，但是无需要解释。迄个梦想咱有讲过，梦想是较徛伫人的角度，迄个一个蓝图啊，一个想望啊，一个愿望啊，要会当达成。但是咱若讲到上帝的梦想，你就讲上帝本身就是安尼掌权的上帝，是安有啥物梦想的遐？咱是要用人的话要来解释上帝伊的即个期待就对啦吼。啊，
言语嘛是同款，就是咱日常咧讲的话，开喙一日毋知讲偌济话，但是言语要诚侪，咱熟练的帮助，迄都要有真水、真好的追求甲学习吼。啊，咱列说这3礼拜讲的，就是思想的言语、信心的言语，今仔日是讲要用言语来成就梦想安尼。兄弟姊妹，上帝透过这个咱叫做第四度空间，咱已经有理解吼。咱所讲的意思讲属灵的空间，迄个看袂到的，迄个无法当用人的这个话语的言辞，也是影像所表达的，迄叫做第四度空间。但迄第四度空间是确实存在的，因为你若有经过信心，你若有经过思想，你若有经过异象梦想，你就知影讲，原来这3项吼，拢毋是实际上看会到的物，但是迄确实成做一个人要成就一段要紧的事的上重要的要素。所以咱就看见圣经甲咱提醒，讲若无异象，百姓就放肆。所以异象甲梦想是共做伙，只是无共款的角度啦，对啊。请会记得，上帝一定会透过伊的儿女的梦想，透过这个梦想来动工。意思是，咱兄弟姊妹，咱伫白白伫富强教会，咱伫一个家庭，你完全无这款的梦想，你完全无这款的意向，你完全无这款的远景。你讲上帝讲我要甲你成就，是要甲你成就啥货呢？是因为上帝互你有这款开力通梦想，但是你梦想爱有上帝的帮助来甲伊成就。咱过去这49年来，侪的梦想，上帝甲咱成就，迄个拢是一件一件感动人的故事吼。当兄弟姊妹，上帝成就梦想的一个重点伫遮，就是讲上帝伊袂照着咱的环境，咱现在看会到的环境、时空的环境，互人有梦想。那按照你甲我，大家拢看会到，你嘛有，我嘛有啊。伊是安那？上帝是伊的特别，就是因为伊是互人死人过活，互无变做有的上帝。所以伊是互现实的环境来配合你的梦想。安尼意思是，10几年前，咱的现实的环境只有100几万的存款，要来起一间要几亿的礼拜堂，就是互你看现实环境是有路用无，还是你要看一个梦想，一间荣耀主的圣殿。这意思咱就真清楚。有时现实的事，互你看讲无啥可能呢。照人的计划吼，迄代志是无可能成功的。但是对伫上帝予你会看见迄个看袂到的祝福。咱要行这50几年，咱若无继续有即款的梦想，你会想讲这现实的环境都袂歹啊。咱一场礼拜吼，进度坐无满的有啥物问题呢？你若无迄个意向甲梦想，你就无可能看见上帝所要甲咱备办的祝福。就来讲，这个福气要互你，但是你讲我都毋免啦，凊彩啦，安尼就好啊，满足家己现有的，安尼就毋是叫做梦想。所以毋是梦想来配合现实，是请现实来配合你。这是咱要讲用属灵的语言来成就上帝梦想一个基本的条件较前提吼。所以兄弟姊妹，为着要来补啦吼，要补咱上帝的梦想。需要这个还未成就的梦想，看做讲还未到，但是我已经成就啊。10几年前，咱要起一间会当得400、500人的礼拜堂，还未起好，人建筑师就甲咱拿图画好啊，敢毋是？迄间就是后来恁要去做礼拜迄间礼拜堂，但是钱要对倒位来所以迄个梦想伫遐就是现实的环境是安尼，咱是勇敢像咱的过去10几档的迄个周报。一块砖一块砖一直贴，一直贴，一直贴。6月时阵，蔡牧师甲咱讲逐摆到即阵第3礼拜就开始想讲即个月会成就袂？咱感谢主，咱听这前辈见证，10个月拢无欠。这毋是上帝甲咱成就的吗？你现实的环境都无咧，但是上帝讲有，伊就有。这是咱
基督徒迄个信心的一个起点，迄个成就的一个起点。那假使咱偌侪钱做偌侪代志，安尼就毋是教会；偌侪钱做偌侪传福音的工作，安尼就毋是教会。因为上帝永远甲迄个蓝图、甲迄个梦想放伫头前。若安尼，就是讲我欢喜。虽然现在是无，但是我知影上帝有啊。所以兄弟姊妹，咱用属灵的言语来完成上帝的梦想，上基本的就是讲。赐了咱这个梦想以上的上帝，伊用伊特别的方式来成就啦。你若讲用人的方式，安尼就无啥物奇妙，也无啥物奇怪奇妙。上帝用伊梦想成就以前，伊大声甲咱的梦想成就迄个事实。我会记得蔡牧师咧甲咱做培灵的时阵有讲起，共迄个时阵有几啊间教会准备要起礼拜堂。实力嘛无比咱较歹，但是到最后咱先起好，是毋是咱较有钱？无啊，咱有人咧讲，咱教会也无有一个大财主讲来，你去一半村的钱拢我甲你包，无啦，无即款的。我伫高雄盐埕教会时代有一个长老伊足疼主哦，伊走去南华教会啊，看到迄南华教会因为人较少去啊礼拜堂安尼久久啊。伊想讲，你有信心无？你来定心去礼拜堂好毋好安尼？迄阵的传道想讲，即个人安尼，对高雄走来到遮，毋知创啥，甲有影安尼，佫无啥信心咧。伊嘛咧讲，伊讲袂要紧，你若有要去，钱拢我出安尼。真正甲即间礼拜堂起好。咱教会毋是安尼啦，咱教会是逐个人勤勤俭俭，照咱家己所领受的。凭着信心，甚至是比信心更较大，迄个量来充足着教会的需要。那上帝要互咱迄个梦想成就，是你毋是讲有可能无才要做，是讲一定有可能，我还袂到，我就要做，迄叫做成就。你的梦想还袂到，但是你已经成就啊！较要紧的是你爱嘴爱宣认嘛，就是。你爱勇敢、有信心来宣告，所以咱讲话的官兵伫遮，你的宣告是真侪你快乐的来源，也是上帝予咱的赏赐。所以其中上关键就是言语啦吼。咱知影咱真侪人伫 TV 内底看到一个足出名的即个牧师，伊叫做约尔奥斯丁吼这个我拄则这个字也无出来吼。这个约尔奥斯丁伊有讲一句话伊伫电视的报道足侪人爱领受伊所分享的信息，因为伊真简洁，而且嘛是真有这个鼓励性这是因夫妇在牧养。伊这个约尔奥斯丁讲一句话，讲咱的言语伫梦想成就的过程中间扮演真重要的角色。伊讲，敢若做白日梦，你讲梦想甲白日梦就无共款啦，也是讲用信心的眼光来望，即个梦想是无够，敢若伫边仔咧想，边仔做白日梦，无真正宣告要做，安尼上帝讲，你继续布啦，即个卵还袂布出来。咱再来讲起着，那上帝的梦想是啥物？上帝的梦想。事实就是用人的角度来看，上帝是爱世间人拢得到救。所以咱讲来成就上帝梦想，毋是讲上帝伊要搁起另外一个，要搁做另外一个世界，还是做另外一个宇宙，当然伊有即个规律。但是咱讲的梦想是伫地面上，伊意爱万人拢得救，互万人拢得救。既然万人拢得救，咱确实若无喙呢来宣告，咱若无用喙来宣告，这个梦想就会失去效力，就像拄仔咱讲的，你敢若想白日梦，你梦想的意思是带有动力的，带有成就的，带有付出的，甚至爱经过一个艰难的困境甲艰苦。所以咱是讲，你的梦想，我嘛的梦想，有时我的蓝图比你较好啊，但是其中一个上大的关键的要素是，
魔鬼会来搅扰。魔鬼不时不刻，拢会互咱有一个负面的思想，在试探咱的信心，甲咱引诱，讲啊，你所有即个梦想无实际啦，啊，无事路啦，毋免想，毋免妄想啊，梦想甲妄想就差足多吼，啊，毋通加想啦，吼，安尼。所以，咱是安怎讲都爱宣告，意思就是伫遮。因为等下你想在浮的时阵，听人甲你讲一句负面的，听你讲一句保留的话，甲你讲一个啊，毋通吼安尼伤负情啦，啥货甲你讲，你到尾会揪去，你敢毋知影？怎消失去啊？啊，想梦想都无路啊。所以意思是讲，咱有即个梦想，你爱先追求上帝意思，啊，然后宣告上帝的梦想。意思是你宣告出来，上帝会照你的话。甲你收下，互你知影讲上帝应允，甲你的梦想是相结连的。啊，就是咱拄则先讲着讲，这约奥斯丁甲咱讲，毋通只干空思梦想啦，你都爱有言语的宣告来积极的开展。伫顶礼拜咱有分享着讲，韩国顺福音教会即个元老的牧师伊伫疫情的时阵过身啦疫情的时阵过身，即个赵永基牧师，伊咧见证讲，顶礼拜咱分享讲，伊见证伊一个上大的梦想是讲，我要争做一个到全世界传福音的牧者。所以打拼有英语、日语、德语四国传福音，伊讲走世界几百年安尼。伊另外一个梦想是讲，上帝啊，我虽然开始开拓这间教会时阵是真细间、真小。这个赵永基牧师呢，伊伫1958年，58年拄啊牧师出世迄个年个，伊设一间叫做帐篷教会，伫遮。这个一个美军的一个帐篷，伊讲叫做大藻洞的帐篷教会，是这个帐篷教会安尼，敢若5个人尔，5、6个啦，就是伊啦，伊的太太啊，佮伊的丈母啦，都3个啊，佮加上2、3个安尼合做伙，对遐来开始。迄阵是汉战了后，一个足有点像咱台湾战争战争了后迄款的世界。你敢知咱咱南台湾有真侪所在，互美军轰炸甲。特别上严重的是公山，上严重的是高雄港。咱台南嘛真侪所在，互伊轰炸去。迄阵人讲百废待举啦，迄阵也无钱，也无政府也无开力啦，所以真侪人拢经过迄个苦难的日子啦。同款，汉战1950，一个战了后，逐个人足欠缺。这赵永基牧师伊做传道，开始用5个人甲人买一个旧的帐篷，伫遐来做礼拜。但是上帝运用的一个工人，伊伫迄个遐尼艰难的环境中间，伊就开始伫迄个所在，伊来做梦吼。伊种环境看起来是真绝望啦，但是伊有一个足强，真正讲怦然心动的梦想。伊目睭一个看，附近拢是园啊，因遐有咧种麻种麻的园啊。麻的园啊，若冬天拢都爱铺迄个稻草，迄个稻草的地啊，咱知影较早的草地啊、草地啊就对啦，爱砍的较袂伤冷安尼伊讲伫礼拜日，若是落雨伊讲一个批示，伊讲迄水价比人较济啊，水价比人较济。但是伊讲伫迄款情景的下面，伊无失去信心。伊迄个时阵看到韩国的百姓拢非常的艰难，生活真歹过，伊就开始有一个决心，讲伊要传全备的福音。全备就是福音的完全的丰盛，要来互这丧乡破病互人领落的人。讲伊即个梦想，伫伊传道的时阵就看见。所以咱若看见
这个中期牧师讲的拢较是积极、较正面的，吼。有人甲安尼甲恥笑，讲什么成功的神学，其实咱无了解伊的背景啦。迄阵规个韩国人的背景是安尼遐尼艰苦足励志、足灰心，还有真就讲，这个民族已经无效去啊，无希望啊。所以伊传的迄个福音是迄个背景中间鼓励遐个教日主教会的人讲，你爱勇敢，因为上帝的福气。福音的全备拢要互你，所以伊才传咱凡事兴盛，身体勇健，亲像你的灵魂兴盛一款。约翰一书迄个经节，成做伊的传福音一个基础。所以就是要帮助迄个当时的韩国人来脱离绝望。伊讲虽然环境真艰难吼，伊嘛是扛着即个梦想。伊梦想什么呢？除了要传即个全备的福音，一个有上帝祝福、身心灵拢勇健的信徒以外，伊讲我嘛共款一个梦想，我要起一间全世界上大的教会。伊在做见证的时阵，伊若讲出即款的话，人拢会甲嗤笑，讲你即个起笑啊吼！韩国即款条件，你要起什么世界上大的教会？但是伊伫即个步平的教会中聚会时阵，伊会友无椅啊，通坐迄个草地伊看口讲要建立一间上大的教会。咱顶摆有讲，伊连要对伊厝要坐车去到教会都无钱的，但是伊即个信心拢继续，伊超越这个无可能的环境，将迄个梦想放伫心内。伊嘛无停留伫迄个空思梦想，伊是照安尼甲执行。伊咧讲。我要成做世界上大教会牧师，我要带领一间世界上大的教会。真侪人拢家己嗤笑，看讲即个人不实际啦。伊看见下面只有5个人的会友，伊讲我是下面是一间上大间的教会，迄款差距遐尼大，但是伊就是扛着即款的信心。伊讲每一遍伊若祈祷的时阵，伊若在独处的时阵，伊就开始梦想，伊能建立一间大间的教会。所以伊就是一脚步一脚印来，一步一步来行。伊照即个梦想，上帝甲伊帮助，伊到后来真正上济到80几万人吼，咱捌讲过。伊宣告即个对主来互伊的即个梦想。伊就是用第4度空间来看见这个应允，看见这个应允。所以，伊甲上帝来用言语来宣告，一切环境甲条件，慢慢拢通过伊的信心宣告，梦想来改变。咱知影，毋是一个人有气力，当伊将这个梦想表达出来时，真侪优秀的基督徒人才开始活来。讲安尼，即个牧师，你有即个信心，我来甲你帮助，我来甲你做工。所以即个优秀的人拢一活来，即个教会的气力就倍数成长。伊后来起的即间教会，就成做一间，伫迄韩国吼，伫汉江无，咱只汉江足快的吼，中有一块沙洲啦，就是讲有一块袂互水淹去的一个沙洲，伊叫做如意岛。你想讲这如意岛毋是咱台湾什么岛琉球岛还是澎湖岛，毋是啦，伊是伫迄个大河汉江的中有一块地，迄块地慢慢怎开发做因的金融区啦，变做现在发展到伫迄个汉江内底，伊拢当然是用桥的通往嘛吼，所以无感觉你坐车你嘛无感觉讲迄是经过一条溪一条河安尼。即间礼拜堂到今仔日也是安尼，差不多是上大的教会之一啦吼。即因的礼拜堂吼，哇，像一个圆球的形吼，坐足侪人，这是伊一个宣告的结果。但现在即摆咱看见即个中期牧师伊做即款的见证，当然有时咱的信心无像伊遐大，但是伊的迄个宣告的气力、甲方法、甲方式，犹原是咱所通学习的。家己宣告上帝的梦想。上帝就会透过准备好的人来动工，为了接受上帝
满出来的福分甲梦想，咱就要时常准备好，要争取更较大的器具。咱3礼拜后就要选中级，这中级有的是执事要选定了，已经伫服赛顶面已经有真久的历史；有的是新的执事。当咱在小会咧，甲因呼调，也是讲甲因做推荐的时阵，咱会讲起，就是讲，你若欢喜接受上帝的呼调，上帝就要伫你的心中陪伴，互你争一个更较大的器具。而当你愿意接受呼调，你毋才有迄个起点。若无，你想讲我要为主做工，毋过足侪咱现有的遐个模式，也是现有的工位，咱并无一定愿意做。安尼甲你的意向甲梦想会有差别。所以准备好的人，就是上帝上欢喜的人。中期牧师因为伊即款的宣告，伊即款的信心，真侪安尼甲伊有共款迄个，人讲迄个天赋的人，都活来啊！知影讲你即个牧师有心，我就来甲你学习也好，甲你参加帮助也好。所以兄弟姊妹，咱基督徒无一定是中期牧师是要起一间上世界上大间的教会，伫你家己的工作，伫你的事业，伫你的家庭，拢共款即款的信心，拢共款有效。因为咱要用家己宣告迄个积极的言语，不管是上帝要赐落什么款的梦想，上帝的梦想是真多啊，但是一定是赐予遐有信心、有积极的人。你是讲阿伯啊，有啊无，拢无迄个主张的人，上帝讲啊，你还未准备好。所以自信甲积极是上帝要找的人。所以若是相信甲期待上帝梦想成就的人，拢会先珍惜家己啦。即个器具你家己已经准备好，要互主来采用，而且爱宣告即个梦想来圆你的梦。所以兄弟姊妹，咱透过积极的言语，就是要恢复确立家己的自我形象。经过准备，上帝就赐落即个梦想来帮助咱。咱拄则有讲，咱逐个人拢嘛会有意向，咱会负两就对啦吼，负即个梦想。但是上大的迫害是对倒位来呢？对魔鬼来。啊，魔鬼毋是安尼，亲像咱咧看的影像安尼，吼，一个恶魔走你头前啦，毋是啊。伊常常是透过你身边上亲近的人。你是讲，啊，我身边上近的人，上亲的都太太啊。但是有时太太是魔鬼咧叫伊甲你讲，安尼你会惊到袂？意思是约伯拄到魔鬼的试探，大生时的太太对伊产生一个真大的攻击。啊，毋是太太无爱先生啦，伊是讲我的翁婿哦，安尼还搁咧信上帝哦，啊上帝互你遐大的凄惨啊，你嘛要安尼？即个故事是对遮来。所以兄弟姊妹，魔鬼常常来阻挡咱的成长，啊，毋则讲即个就是咱兄弟姊妹伫咧行一个梦想成就的中间，上帝设置要注意，毋通互伊丢达跋倒的所在。因为当即个梦想互上帝正义路合意的时阵哦，魔鬼就上爱来散播谣言，互你的梦想莫成长。即个吼有点仔甲咱最近台湾的情势共款啦吼。咱台湾感觉讲哇，有时有一寡数字是真水，咱的台湾经济发展袂歹，啊生活拢袂歹，但是咱有啥物阁担忧呢？伊个对话吼，拢用迄认知作战甲你讲啊，无一块好，啊讲台湾吼拍落2-3日都无去安尼，啊迄就是魔鬼，魔鬼要攻击你的信心。魔鬼你要攻击咱对这个国家的认同，啊，同款伫教会、伫家庭，魔鬼上爱用这，因为这吼上省成本啦，上界省成本。所以当咱这2-3个月咧推动传福音，啊，这个幸福小组的时阵，魔鬼咪上爱用啊，讲啊无路用啦。啊，招迄best 伊嘛无要甲你来啦，吼！啊，你准备遐多吼，也无一定听会落啦，拢讲负面的话。当然啦，靠咱家己的气力当然无路用，但是你有请圣神来成做你的护卫无，帮助你无？你来感动遮个best无？
昨昏听见咱有一个小组讲，已经有人决志要洗礼啊！感谢主，迄毋是人的亏力啦。啊，所以当你有即款的信心的时阵，你来先想讲，魔鬼得甲甲你讲负面的，甲你泼冷水，甲你讲无路用，啊，这是咱时时爱提防的。特别像你姊妹，咱知影，伫教会内，因为咱这就是个属灵精简的所在嘛。你讲魔鬼吼，拢对咱避而远之啊，无可能。所以咱不时会看见魔鬼咧散播谣言。魔鬼常常会伫教会内借着咱所信任的，有可能是牧师哦、长老哦、执事哦、平信徒，甲所有成员。因为你无共心的时阵，伊就魔鬼的政治就入去。用伤人的言语来破坏关系，所以兄弟姊妹，咱伫教会中间，像咱讲爱祈祷、迫切祈祷、守望，迄毋是一个仪式呢，迄是伫甲魔鬼伫争战的，伫属灵的争战的。你莫讲哦，我做吼足顺遂的，足好势吼，魔鬼吼一个出手，咱就现倒啊！咱真侪兄弟姊妹拢有即款的见证。当我热心要传福音，我要做幸福小组的时阵，奇怪，逐项代志拢会拄着真多坎坷。有诶啊，无就车去甲人骑着啦吼，啊无就行路去，毋倒去跋倒啦。你会想讲，哎呀，这无路用无效啊，卖啊，较对，啊你就中着魔鬼的关头啊。啊，所以咱伫小组内底，咱伫教会内底，咱伫一个团体内底，咱有遐尼多的组织，有遐尼多的侍奉团体，咱得开就爱用祈祷。互圣神来护卫咱，真正是迄个山寨。咱伫迄个山寨内底有主的保护，咱才有气力赢过魔鬼的机器。共款伫教会内底嘛是有认知作战啊，伫一个小组内底嘛有认知作战啊。有人会甲你泼冷水，有人讲这无路用，拢讲迄个毋是上帝意象甲梦想的话，拢是用人的角度伫评论、伫判断。啊，所以咱。守望祈祷，咱的代祷团队毋是无原因，是因为咱要征战是看袂到空中的势力。所以兄弟姊妹，魔鬼常常通过咱平常时所信靠的人来迷惑咱，互咱陷入伫罪内底。有一句中国的俗语讲：“良言一句三冬暖，吼恶语伤人六月寒。”意思讲啊，一句好话吼，哇，三冬拢烧落啦。啊，但是吼，讲恶言恶语伤人的时阵，连6月都会落6月雪，就对，会落6月雪。所以兄弟姊妹，咱简要来讲，约伯记所互咱即个学习啦。约伯记咱拄仔读的经节，事实就是撒旦攻击约伯。啊，约伯呢，身躯吼，哇，生疮哦，对头到骹尾安尼。啊，迄阵吼，无咱迄款绕上的白啊，迄叫做啥？不求人吼。迄阵咱用迄个叶片落去挂。我会记得囡仔时代有时看到迄长辈拢举迄个炉，我就是讲，哎呀，哪会遐严重？啊，即嘛到这年纪才知影讲，哦呀，要才袂着呢，啊无举迄煞袂使。迄是疼艰苦甲吼，三花夫，啊，佮用竹片落去绕上，伊的某挡袂牢啊！伊讲吼，你要得持守你的正直咯，就咒诅上帝啦，去死的！哇，这话偌毒，你看。啊，你讲伊的太太无听伊是无？伊的太太是毋甘伊艰苦，对毋对？啊，所以吼，魔鬼就进入到伊太太的心，一个上听伊的人，身边的人讲出来话是负面的，是咒诅的。啊，咱看去约伯安怎对付？伊讲约伯，毋过约伯对伊讲：“你讲话亲像遐个无知见识的查某人，这个有点仔歧视啊吼。查甫的嘛会啦吼，无知见识有点仔用迄个时代的讲法就对啦吼。啊，咱对上帝得到福气，减嘛无对伊得到灾祸嘛。咱了解这个意思吼。约伯伊真知影，伫这个黑暗的世界，伫这个罪的世界，这款代志是。拢会出现的，伊明白真清楚。所以虽然拄着这个代志，讲约伯犹原无讲一句得罪上帝的话。哎呀，拄着遐尼大的试炼甲艰苦，伊讲无讲一句
得罪上帝话，这是真难得的事啦。所以兄弟姊妹，这个约伯记的第2章的，互咱的教导是啥物？魔鬼想要互约伯来埋怨上帝，伊讲伊并无用喙来犯罪。魔鬼进入约伯的某的心内，透过伊的喙来攻击。嘿，迄若外口人甲你攻击，就是讲我毋是你的人，你讲我要创啥，无爱插伊。但是你身边上亲近的人讲，你会心会震动袂？会影响袂？这是真重要的一个事，咱爱去注意。兄弟姊妹，所以讲咱伫即个团体的中间，咱则较细致讲，当你讲评论、讲负面、破冷水的话，会伤偌济人。所以咱鼓励讲，咱来伫团体、伫你的小组、伫你的教会内底，咱拢爱讲鼓励、称赞、感谢，甲充满听的语言。你就讲你是毋是粉饰太平？因为若确实上帝听你，你做的代志无可能上帝用别的办法来互你讲毋上人的话来甲你刺激。所以这是团队伫上帝面前同心合意，迈向梦想成真的方法。而且咱伫团体中间，咱佫都爱尊重别人的梦想。拄有讲，我都毋是你，是安我会使讲你的即个梦无路用。咱咨询啦吼，会当分析，也是讲对圣经来得到学习，但是有时尊重，做伙宣告即个梦要得到成就。安尼，咱伫基督内底就会做伙经历到神者。特别像你姊妹，咱要行至50许年，要欢喜，学了上帝，感谢上帝。魔鬼敢伫遐掂掂啊？魔鬼敢会伫遐讲袂歹哦，你真好哦，甲恁鼓励拍拍手。魔鬼袂做即款代志。魔鬼会透过不同的方法，甲你讲无路用啦，加做的啦。负面的话，请会记你，毋通对魔鬼陷入伊的陷阱内底。咱要去礼拜堂，咱要行至一个大的庆典，咱拢爱学习用尊重别人的梦想来做成就主所要互咱成就。最后唱是讲，咱要人向世界传扬上帝的梦想，意思是上帝梦想是要爱世间人拢得到救。那安尼上重要的事就是你爱将主的话来宣告出去，将主的话来宣告出去。兄弟姊妹，有一个伫即个少年时阵吼，捌看见一本册，这是一个足出名的美国的牧师，叫做诺曼·文森皮尔，毋知捌人，甲我同年纪的人，即甲捌读过这本书，叫做《人生的光明面》。这是足出名的一个牧师吼。伊捌讲起伊安怎做牧师的经过啦吼。伊时间的关系，我就短短来讲。我先讲，咱上帝伫咱心中有搁大搁奥秘的梦想。因为已经为着咱准备救恩，透过耶稣来完成这份梦想，也梦想全人类会当对罪得到救，这是上帝的梦想。当然，这是用人的角度来讲，上帝本来就有伊的计划甲业力但是咱用这个话来讲上帝这个梦想是我参与伫内底，要做伙来互众人得到救，得到福音，进入到伊的国度永远的生命。我来讲这个诺曼·文森皮尔博士吼，伊少年时阵，伊的老爸是一个医生啦，伊是一个医生。但这个老爸医生伫迄个时代吼，已经差不多70、80年前美国的环境嘛不一定全部真好。当然做医生经济是真好。所以迄阵吼，电灯甲汽车无真普及的时阵，伊的家庭就足享受但是呢，这个故事讲到讲，这个皮尔博士的老爸吼。做医生做了一段时间了，伊怎无做医生，蒙呼调去做牧师啦吼。因为做牧师一个收入就降落吼，无有亲像医生有遐尼多的收入。所以吼，伫细汉的时阵，因为这个皮尔博士伊是大囝，伊就感觉足怨叹伊老爸讲，我较早吼，你做经济真好时，我享受即马煞拢无咧，埋怨伊的老爸。后来经过一段故事，伊较感动着。这个牧师医生牧师吼，
接到一通电话，就是讲伫一个红灯区，就咱讲迄个风化区啦吼，有一个19岁查某囡仔敲电话入来，啊破病得要死啊，敲电话来找伊的老爸，讲牧师吼，我破病要死啊，啊无钱通治疗，真艰苦。我听讲你捌曾经是医生，是毋是当来甲我帮衬安尼？啊，原来这是一个19岁就互人对落啊，互人卖去做妓女啊。啊，即个皮尔就甲伊老爸做伙去即个红灯区，看到环境足歹吼。啊，一间暗暗的房间内底，一个19岁查某囡仔伫要死啊。即个皮尔牧师伊是医生嘛，甲伊诊断了，知影讲伊真严重，差不多要无效啊。啊，既然无效，伊想讲即条灵魂爱救，所以伊就偏开圣经来甲伊宣告福音。啊，即个查某囡仔就听到圣经的话，伊讲啊，我是一个无好的查某人啦。啊，阮较早爸母拢信耶稣，我细汉时嘛捌去教会，但是吼，我出外拍拼，无细致较对落，诚做妓女。伊讲现在我无信耶稣，而且是一个垃圾的查某人安尼。即个老皮尔牧师就甲讲毋是，你是一个好查某囡仔，你本来就是好查某囡仔，只是来到即个无好的环境，毋是你歹，是即个环境造成的。你亲像天使，遐尔啊良善，只不过是含落伫即个风化区内定。只要你若愿意悔改，就让诚侪你原来的用款安尼。哇！即个皮尔博士想讲伊的老爸。竟然伫即款情景的下面，讲出即个恩典的话。即个老牧师甲伊讲：主耶稣为着你定是给流落保血，只要你若相信耶稣，耶稣基督的保血就会洗清去，互你无罪。圣神互你诚侪圣洁，你当享受天国的恩典甲祝福。即个查某囡仔伫迄个要死进前，伊流目屎讲：亲像我即款的罪人，敢信耶稣会当得到救吗？即个皮尔牧师就甲喊手讲：我靠上帝赐我的权柄，奉爸囝圣神的名宣告你已经得救啊！哇！即个查某囡仔流落目屎，用欢喜的目屎。因讲，因两个转去到厝，1点钟后，就消息来讲，即个查某囡仔已经离开啊！啊，他即个故事有真侪人伫临终的时阵得救，心的重担拢放落，这是真侪故事通讲。但是影响到什么程度呢？这个皮尔博士吼，原来足万太因老爸去做牧师，一个看到这个故事，伊知影讲，哎呀，竟然我的医生老爸做牧师，有法度互一个伫罪恶中的查某囡仔来改变。伊讲，安尼我嘛要诚做亲像我老爸共款，宣告上帝的福音，来做拯救灵魂的工作。老皮尔牧师，伊平常是医人的病痛、肉体，但是做牧师是医人的灵魂。吼，即个可怜的少女，伊伫罪的中间无含混来死，伊用欢喜的心来接受主，啊来安静来离开。兄弟姊妹，启示录也捌迄使徒行传第2章16到18，咱详细的经节。上帝要把伊的灵拼落伫咱每一个人中间，互儿女要传告伊的信息，少年人要看见异象，老年的人要见异梦。愿咱大家拢做伙领受即个兄弟姊妹，咱若有即款的信心，就是咱世间人传福音，带领人信主，咱就会成做上帝迄个梦想的工具。上帝要互世间人来拯救，我就是迄个器具。咱时常来完成天父的梦想，来传福音，来正人来传递这个梦想。当咱的嘴发出上水的宣告，就是上帝主爱传福音的话。这个言语的宣告是咱用第4度空间上好传福音的方法。兄弟姊妹，咱言语带有重新塑造环境的规律，咱透过第4度空间属灵的言语来决定咱的思想、信心甲行动。最后就要改变咱的环境。兄弟姊妹，我期待咱一个系列通过思想、信心、意向甲言语，会当建造咱一个四正有气力、有上帝能力的基督徒。
咱让将上帝主爱福音宣告出来，互灵魂得救。迄就是咱上界圣洁的语言，因为上帝要用咱的嘴来完成伟大的梦想。兄弟姊妹，你的言语真重要，因为你讲积极见证的话，上帝要透过你的言语来做工，来带人归主。兄弟姊妹，咱要来吟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主耶稣，我要倚靠你。咱要吟第1节甲第5节，吟诗后咱来做。